成最矚目嘅年度科技盛事——香港電腦通訊節2026。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林嘉瑤嘉嘉，大家好嘛！歡迎晒現場咁多位嘉賓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我哋嘅開幕典禮。今屆嘅電腦節係以 AI Connect，Let's Link the Future 為主題㗎。展覽規模咧係超過14萬平方尺啊，匯聚超過200間展商同埋600個展位。喺度咧，大會特別鳴謝金安巨新智能科技集團，今日為大會提供接待機械人，為大家帶嚟耳目一新嘅智能迎賓體驗。大會今年咧更加係破天荒呈現多項精彩亮點㗎，除咗帶嚟最前沿嘅 Agentic AI 應用國際級論壇，更加聯同生產力局舉辦多場免費 AI 實戰工作坊，現場咧都有連串嘅科普互動體驗㗎喎，仲有超人氣啦啦隊、富邦 Angels 同埋地下偶像應援、電競賽事，同埋我哋豪送高達300萬嘅現金消費券，務求令到每一位入場嘅朋友都可以親身擁抱未來科技，收穫滿滿，滿載而歸。同時，大會咧衷心感謝現場各位嘉賓、各位業界友好、支持機構同埋參展商，電腦節可以順利舉行，實在有賴咁多位嘅支持。請大家再一次以最熱烈嘅掌聲，衷心多謝晒每一位嘅支持 ，Thank you。以下嘅時間，我哋首先有請主辦機構香港電腦商會主席黃志強先生到台上，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黃主席。波司長、黃茅洲一級巡視員、黃鍛鍊會長、邱達根議員、李廣義議員、副局長黃永威議員、各位嘉賓、業界代表、參展商、傳媒朋友，大家早晨。我哋好榮幸今日代表香港電腦商會喺度隆重宣布香港電腦節2026正式開幕。首先，我謹代表大會向百忙之中抽空嘅司長及各位嘉賓致以最熱烈嘅歡迎，同時亦感謝特區政府各大贊助商、合作伙伴、參展商及廣大傳媒朋友多年嚟嘅鼎力支持。喺呢度，我特別鳴謝 AI 及數碼轉型專區合辦機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以及冠名贊助 Samsung 活動合作伙伴 Cyber Games Arena， 大會指定銀行及活動冠名贊助富邦銀行香港，大會指定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數爾 Pay， 大會 5G 流動網絡及光纖寬頻供應商 HKT， 大會電腦及辦公室打印設備贊助 HP， 同埋我哋嘅傳媒合作伙伴香港01。香港電腦商會喺22年前創立香港電腦通訊節，每一年嘅電腦通訊節都唔單止係一個展覽咁簡單，更承擔着推動行業發展以及引領大眾向科普嘅責任。為咗全力配合特區政府推行嘅全民 AI 培訓政策，今年電腦特別以 AI Connect Let's Link the Future 作為年度主題。科技嘅價值在於落地應用，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帶領全香港市民、中小企能夠從概念走向實踐。此外，我特別感謝合辦機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以及冠名贊助 Samsung 喺場內打造陣容強大嘅 AI 及數碼轉型專區。今日大會同場將舉行一場國際級嘅高峰論壇，我哋邀請到 Nvidia、Microsoft、Google、Samsung 等全球頂尖科技嘅領袖同本地嘅專家同台解讀 AI。
同時亦好榮幸邀請到我哋嘅立法會議員、科技創新界邱達根先生親身主持連結 AI 創新與商業實踐高峰對話，引領商湯、明樂、碧人、迪寶等頂尖嘅科技企業掌台人，為大家精準拆解 AI 商業應用嘅問題。此外，會場內亦舉辦多場完全免費嘅 AI 實踐工作坊，包括極受歡迎嘅 OpenCore 6P台、Samsung AI 實踐工作坊，專門培訓中小學生嘅 Google Gemini AI 未來學堂，為推動青少年科普走出第一步。今屆電腦節亦打破傳統嘅框架，為電腦節注入跨界嘅元素，包括青少年科普活動。大會特別喺週末推出科普智能世代全港 AI 體驗，首創由大專生負責導賞，配合研學互照、打卡互動，帶領本地嘅青少年從小建立數碼素養，為香港培育未來嘅創科動力。另外，人氣應援娛樂文化，由富邦銀行香港及富邦財務香港特別請嚟富邦 Angels 首度登陸香港電腦通訊節，為展館注入澎湃嘅青春活力。推動創科嘅同時，大會亦致力支援實體零售消費。今年大會再度推出廣受歡迎嘅300萬現金消費券，以及今年全新推出嘅舊機變現金券計劃，幫助各位參與者將家中嘅舊電腦變成現金券。我哋深信科技嘅意義在於連結人與未來。未來4日嘅香港電腦通訊節將為大家呈現一場集創新思維、前沿科技、科普教育、娛樂及購物於一身嘅盛會。最後，我預祝香港電腦通訊節2026圓滿成功，所有嘅3鐵商能夠客似雲來，生意興隆。亦祝願在座各位嘉賓身體健康，滿載而歸。多謝。多謝晒黃主席，請黃主席就座。接住落嚟，我哋非常之榮幸邀請到今日嘅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大紫荊分園 GPS MHJP 為我哋致辭，掌聲有請陳司長。黃志強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早晨！早晨！好高興出席香港電腦通訊節嘅開幕典禮，同各位業界代表同埋市民大眾一同參與呢一項年度嘅科技盛事。相信呢唔少朋友都已經急不及待，準備親身體驗同埋購買呢啲最新嘅科技產品。今年電腦通訊節呢已經係第22屆啦。多年嚟呢項活動既展示最新嘅科技產品同埋創新方案，亦都見證住科技點樣深刻改變我哋嘅生活同埋工作。20年前呢，大家可能都係熱衷喺砌機，即係組裝一部配置強勁嘅 desktop。10年前，大家係追求功能齊全嘅智能手機，而今日無人機、機器人以及各式各樣嘅 AI 智能產品，正係逐步走入我哋日常生活嘅每一個環節。科技日新月異，但係始終冇改變嘅呢，就係我哋香港市民對創新產品嘅熱情同埋追求。當前人工智能嘅發展一日千里，從協助學習嘅大型語言模型，到家用喺屋企場景嘅具身智能機器人，再到診治疾病同埋藥物嘅研發與創新，人工智能嘅應用場景正係不斷擴闊。
帶嚟好多新嘅可能。特區政府高度重視 AI 嘅發展同埋應用，我哋成立咗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透過高層嘅統籌，制定策略同埋推動相關工作嘅落實，促進 AI 賦能千行百業，讓科技成果真正轉化為生產力、競爭力同埋生活上嘅方便。與此同時，我哋亦都致力將 AI 應用喺公共服務，以提升效率、服務質素同埋市民嘅體驗。AI 效能提升組至今已經促成咗落實首批30個效能項目，部分公共服務喺透過 AI 優化流程之後，大幅縮減咗審批或者係輪候嘅時間。可以話 AI 嘅發展勢不可擋，佢為我哋帶嚟更大嘅便利、更高嘅效率、更廣闊嘅創新空間，同埋更多嘅可能性。同時唔能夠否認嘅呢，就係佢亦都帶嚟關於就業、私隱、治理、安全等方面嘅關注。對市民大眾嚟講，我認為面對呢一股大潮，最重要係加深認識，不斷學習，用好呢一個工具。以就業為例，大家可能都聽過，隨住 AI 智能體技術不斷嘅發展，一人公司以至到一人獨角獸越趨普遍。個人同埋小型團隊可以借助科技完成大 project。換句話講，如果我哋都懂得用，用得好， AI 可以成為提升個人能力同埋競爭力嘅得力助手，為我哋創造更多事業發展嘅機會。呢個亦都係政府積極推動全民 AI 培訓嘅原因。我哋要讓不同年齡、不同背景、不同處境嘅市民都有機會接觸、學習同埋善用 AI。政府會多管齊下，推動 AI 嘅普及，支持企業轉型同埋創新，協助市民提升 AI 嘅技能。要實現呢個目標，需要跨界別攜手合作，亦都需要協作嘅平台。香港電腦通訊節多年嚟透過展示創新嘅科技方案，分享應用嘅案例同埋促進交流，讓企業同埋市民更了解科技嘅發展，佢嘅趨勢同埋機遇，貢獻良多。今年嘅活動聚焦人工智能嘅落地應用同埋未來趨勢，係正值其時，亦同全民 AI 嘅方向高度契合。無論係產業發展論壇、企業嘅交流活動，亦或係面向學生、家長同埋長者嘅互動體驗，都有助大家理解同埋善用 AI， 讓佢真正成為推動香港創新發展、提升競爭力、改善市民生活嘅一個動能。我期望各位市民嚟到電腦通訊節，喺逛得開心、買得開心之餘，亦都花一啲時間親身體驗最新嘅 AI 應用，了解科技點樣為生活同埋工作帶嚟新嘅可能，更好裝備自己，迎接未來。最後，我衷心祝願香港電腦商會，我衷心感謝香港電腦商會傾力籌辦今年嘅電腦通訊節，亦都感謝各位參展商、合作伙伴同埋工作人員嘅努力。祝願活動圓滿成功，在座各位參展商生意興隆，各位朋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滿載而歸。多謝大家。多謝晒司長，請司長留步並請移步到台中間嘅位置。接住落嚟，我哋會進行極具中國傳統特色、象徵住吉祥如意同埋展覽大賣嘅醒獅點睛儀式。再一次有請以下嘉賓移步上台，歡迎香港電腦商會主席黃志強先生。
我们也有请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金融二部一级巡视员刘茂珠先生，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曼莉女士 JP， 香港電腦商會上任主席洪英峰先生，廣東省委港澳工作辦公室原一級巡視員、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執行常務副會長黃鍛鍊先生，歡迎。繼續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科技創新界邱達根議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勞工界李廣宇議員 MH、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工業界第一黃永威議員 MH、香港電腦商會余華強副主席、許建生副主席、梁定球副主席、鄭少麟副主席、招秀欣會董、楊子鐵會董以及陳偉航委員，俾多啲嘅掌聲，我哋歡迎晒台上咁多位嘉賓。好，見到我哋台上嘅嘉賓咧已經齊集啦，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我哋有請夏國璋龍獅團。而家咧有請我哋醒獅隊嘅師傅，可以為我哋嘅嘉賓咧就係送上一啲點睛嘅毛筆。大家咧喺點睛同時啦，不妨望一望我哋台前嘅攝影師，我哋嘅攝影師咧都想為大家捕捉呢一個咁珍貴、咁有意義嘅時刻嘅。大家咧可以望一望台前嘅鏡頭先啊嚇，望一望台前攝影師影張靚相先嘅。跟住交俾我哋最後排嘅大會攝影師同埋我哋嘅傳媒朋友，大家可以繼續保持住呢一個咁靚、咁精神、咁充滿活力嘅笑容。好，跟住交俾咧我哋嘅醒獅隊。好，我哋一齊點左眼、右眼、額頭同埋條脷啊！醒獅點正，富貴繁榮，民風物阜，生意興盛。由頭點到尾，年頭旺到年尾啊！好，咁多位嘉賓，我哋一齊揸起條絲帶，好似拉頭馬咁樣樣，望一望鏡頭先嚇。好，喺進行呢個簪花掛紅儀式之前呢，再請咁多位嘉賓可以手持住絲帶啦，我哋望一望台前嘅攝影師，再嚟多張靚相啊嚇！好，先望台前中間嘅大會攝影師鏡頭。跟住咧，我哋再交俾另一位攝影師，然後仲有後排正在揮手嘅大會攝影師同埋我哋嘅傳媒朋友。我話你瞓咗覺啊！繼續交翻俾我哋嘅醒獅隊啦！簪花畫紅，事業興隆，芝蘭少壯，老成青壯。禮成呢個時候呢，我哋有請獅子可以面向翻我哋台前嘅觀眾朋友同埋攝影師，再同我哋台上咁多位主禮嘉賓影多張大合照嘅。有請咁多位嘉賓呢，可以企埋少少，一字排開，我哋一齊望一望台前嘅攝影師啊！喺度呢，多謝晒醒獅隊為我哋香港電腦通訊節2026送上祝福啊！要以前呢，就係今年嘅電腦節順順利利，萬事如意，最緊要呢，就係生意興隆，宏圖大展，馬到成功。好，請各位嘉賓繼續面向住我哋台前嘅攝影師先。等我哋台前攝影師都影到靚相之後呢，我哋都會安排足夠嘅時間啦，等我哋後排嘅傳媒朋友慢慢影靚相嘅啊。好，而家交俾台前中間仲有一張。跟住就去到最後排正在揮手嘅其他攝影師朋友，同埋我哋嘅傳媒朋友啦。喺度再一次以最熱烈嘅掌聲，我哋多謝晒台上各位主禮嘉賓 ，thank you。請咁多位嘉賓可以慢慢移步到台下就
上座，準備一齊欣賞我哋精彩嘅醒獅表演。掌聲唔好俾佢停啦，繼續俾多啲嘅掌聲，謝謝各位嘉賓請回座，一同欣賞精彩嘅醒獅表演。我哋將呢個時間交俾佢哋啦。獅子擺擺百家天空台。獅子轉一轉，家家樂團圓。步步高升，做生意一定生意興盛。鼓聲敲得響，黃金千萬兩。獅子擺尾，女士們一定青春貌美。運轉乾坤，個個定夢想成真啊！財神到，好，大家跟住財神同馬仔一齊拍下手掌好嘛？掌聲拍得響，個個有福享。獅子扭一扭，個個買車再買樓啊！獅子賽車業績
事勝意，再創高峰。好，大家可以摸下個獅頭，一定鴻運當頭；摸下隻眼，龍精虎猛，身體健康；摸條脷，大吉大利，事事順利啊！女士們記得摸埋條尾，一定青春貌美啊！做生意嘅朋友摸下隻耳，做大富翁都話咁易啊！摸埋隻腳，一定業績超長啊！有小朋友就摸下條脷，小朋友一定聰明伶俐，學業順利；摸埋隻馬筋，一定係馬上發財，馬上幸福，一年一定馬到豐盛，由頭摸到尾，年頭望到年尾。大家話犀唔犀利啊？犀利嘅話俾多啲掌聲嚟聽下好唔好啊 ？Thank you， 多謝晒我哋預祝香港電腦通訊節2026生意興隆，盛況空前。跟住落嚟咧，會係我哋嘅大合照時間㗎，但係邀請嘉賓上台之前咧，想再次預告一下我哋陣容極之震撼嘅重頭活動啊！如果大家想掌握最新嘅 Agentic AI 同埋企業數碼轉型趨勢，千祈唔好錯過晏啲2點鐘喺一思舞台舉行嘅 AI 及數碼轉型論壇。今次大會咧係破天荒咁樣集結咗全球頂尖科技巨頭，包括 NVIDIA、Google、Samsung 同埋 Microsoft 重量級嘅代表親臨現場，同大家拆解 AI 智能代理嘅最新技術㗎。好啦，事不宜遲，而家咧我哋有請嘉賓到台上參與合照，再一次掌聲歡迎陳茂波司長，有請黃志強主席，有請劉茂洲先生，以及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堅文先生 MH。俾多啲掌聲，我哋歡迎晒4位，有請4位咧先影一張嘅合照嘅。好，而家咧我哋有請台上幾位，我哋望一望台前大會攝影師，影我哋第一組嘅合照啊！啱啱都提過啦，我哋有好多場嘅免費 AI 實戰工作坊啦，俾大家參與嘅嚇。好，跟住望一望咧最後排嘅大會攝影師。Thank you， 唔該晒畢生，請畢生先行就座，有請其他主禮嘉賓繼續留步。接住落嚟有請主禮嘉賓張萬令女士 GP， 掌聲歡迎我哋嘅嘉賓好啊！繼續有請洪英峰先生、黃冠燕先生、邱達根議員、李廣宇議員 MH。以及黃永威議員 MH， 但係呢個掌聲歡迎晒我哋咁多位主禮嘉賓。而家咧，我哋嚟第2張嘅合照啦，有請咁多位可以望住我哋台前中間大會鏡頭，3、2、1，跟住再交俾咧我哋最後排嘅正在揮手嘅攝影師。請各位主禮嘉賓繼續留步，接住落嚟有請贊助商一齊上台，掌聲歡迎三星電子香港董事總經理趙依欣女士、富
富邦銀行香港高級副總裁、數碼銀行數據及支付級部主管吳志威先生。香港電訊個人業務事務高級副總裁成朗峰先生。三星電子香港流動通訊業務部總監 Mr. Billy Zhang。瑞柏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蘇伊皮行政總裁楊達榮先生。Cyber Games Arena Co-founder 李家俊先生，以及香港01首席市場營銷官盧國威先生。好，俾多啲掌聲，歡迎晒我哋嘅贊助商伙伴代表，歡迎你哋。係啦，可以我哋一字排開影張大合照先嘅。請咁多位嘉賓望住台前中間嘅攝影師，請準備3、2、1。跟住交俾我哋最後排正在揮手嘅攝影師，預備。好，請各位繼續留步。我哋有請贊助商可以稍移入步上台階第1級嘅位置，可以去到咧後排中間嘅位置。我哋將會邀請更多嘅嘉賓啦到台上參與我哋嘅合照環節㗎。麻煩晒你哋。接住落嚟，我哋繼續有請香港電腦商會副主席余華強先生。許建生先生、梁定球先生、鄭兆倫先生，繼續有請我哋嘅會董招秀欣女士、楊子鐵博士、委員陳偉航教授，以及電腦通訊節2026榮譽顧問、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副主席孫南先生。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鄭松岩博士，以及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學院校長、全國政協委員陳卓希教授。歡迎晒咁多位，而家我哋準備咧影下一張嘅合照啦。有請各位嘉賓望一望台前中間正在舉手嘅攝影師鏡頭，預備3、2、1。跟住交俾最後排嘅攝影師朋友，好，請準備。Thank you， 請各位繼續留步。我哋有請會董局成員以及榮譽顧問稍移入步向上1級台階嘅位置。跟住咧會邀請更多嘉賓嚟到台前參與合照嘅。接住有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迪先生 MHGP。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大灣區國際信息科技協會會長楊德斌工程師 BBSGP， 香港海關助理關長情報及調查黃浩然先生，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主任任景信先生 JP， 數字政策辦公室處理數字政策專員張怡偉先生 JP， 知識產權署助理處長版權許麗珊女士，深水埗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專員黃浩宇先生 JP，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於文先生 MH， 香港數碼港董事局主席陳世明先生 BBSJP， 應用科技研究院董事局主席李慧光工程師 BBSJP， 以及香港科技園人工智能與數據總監冼超信博士。好，俾多啲掌聲歡迎晒我哋咁多位嘉賓。而家有請台上嘉賓咧，可以留意一下我哋攝影師嘅指示啊，特別係後排嘅咁多位咧，記得咧就揾到個位置望到鏡頭嚇，可以喺前面2位嘉賓嘅中間。好，交俾我哋嘅攝影師咧，可以幫忙指示一下，希望令到呢一張合照咧就係完美無瑕，清楚見到大家嘅靚樣啊！好，準備好嘅話，我哋就交俾大會攝影師為我哋拍攝呢一張嘅合照㗎啦喎。好 ，OK， 先交俾台前嘅鏡頭嚇，台前嘅鏡頭，係台前中間正在舉手嘅，預備3、2、1，跟住咧就會交俾我哋最後排正在揮手嘅大會鏡頭，預備3、2、1。
請大家繼續留步啊！而家有請香港電腦通訊節2026嘅顧問到台上參與合照啦。大家可以留意翻名牌右上角嘅位置有個藍色點咧，就係我哋嘅顧問。而家請各位顧問可以上台，去到咧台階最高嗰個台階位置咧，就參與合照嘅。電腦節之所以咁成功咧，全靠有我哋一班咁強勁嘅顧問團隊。大會係特別感謝各位嘅付出㗎。衷心多謝我哋香港電腦通訊節2026嘅各位顧問，俾多啲掌聲，多謝佢哋，都歡迎佢哋上台。好，喺我哋顧問上緊台嘅時候咧，都預告一下，我哋一間咧仲有張壓軸大合照會係邀請支持機構代表上台嘅，咁啊請支持機構代表咧可以喺台側稍後，一間會邀請你哋嘅嚇。好，後排嘅嘉賓咧請留意揾到個位置望到鏡頭，鏡頭就會影到你啦。感謝大家嘅配合嚇。好，睇一睇我哋攝影師嘅指示先，係咪都清楚見到晒？好，跟住咧，我哋呢一邊啦，係啦，我哋後排嘅嘉賓，麻煩晒你哋。再次多謝各位顧問。好，大家都揾到個位置望到鏡頭啦，係咪啊？跟住咧，我哋就進發啦，發射呢一張嘅合照啦。OK， 好，交俾我哋台前大會攝影師。好，正在舉手嘅呢一位，預備。台前嘅，3、2、1。跟住咧就交俾我哋最後排正在揮手嘅大會鏡頭。3、2、1。請各位繼續留步，我哋壓軸一張合照，邀請電腦節嘅支持機構代表都嚟到台上一齊參與。大家可以留意翻名牌上面右上角有個橙色點嘅，就係我哋嘅支持機構。同時咧，我哋熒光幕上面都見到各大機構嘅 logo。有請我哋熒幕上面所有嘅機構嘅代表都可以嚟到台上參與我哋呢一張咧壓軸嘅大合照。非常感謝各大支持機構對我哋香港電腦通訊節2026嘅鼎力支持。咁啊，由於台上嘉賓眾多啦，咁啊請大家咧可以盡量企埋少少，係啦，兩旁嘅嘉賓咧可以側地身企嘅，可以善用咧我哋後面嘅台階，係啦，企上去咧就更加可以清楚見到大家啦，麻煩晒。好，呢個時候咧都真要花少少嘅時間啦，等我哋嘅攝影師團隊咧為我哋台上咁多位嘉賓安排咧最理想嘅合照環節。OK 嘛？好，希望我哋會場中間嘅大會鏡頭預備，3、2、1。跟住咧就交俾我哋最後排正在揮手嘅攝影師同埋傳媒朋友，預備。3、2、1 Thank you。我哋而家先請各位顧問同埋支持機構到台下就座，有請主禮嘉賓、贊助商、會董局成員同埋榮譽顧問繼續留步，準備為我哋主持香港電腦通訊節2026嘅啟動儀式。係啦，唔該晒咁多位顧問同埋支持機構。同時咧，我哋有請工作人員為我哋準備啟動儀式嘅啟動光柱啦。一陣間咧，我哋會邀請我哋前排嘅主禮嘉賓，為我哋今屆嘅電腦節注入能量，開啟智慧未來。等我哋現場嘅嘉賓一齊倒數5聲之後，就請前排嘅主禮嘉賓可以將手掌放上去啟動光柱上面，咁上面咧都清晰見到有唔同嘅能源掣㗎啦。咁一間咧都希望全場嘅朋友咧可以大聲啲同我哋一齊倒數5聲啊嚇！數到1嘅時候咧，就請咁多位嘉賓可以將手放上去啟動光柱。好，擺翻個靚位先。
好，喂，唔好意思。而家已經靚晒啦，係咪啊？係啦，我哋一間咧會倒數5聲㗎。咁我哋咧請主禮嘉賓咧可以留意翻呢間係按邊一個嘅能源掣先 ，OK 嘛？好，請全場準備，我哋一齊倒數。前面嗰個。5、4、3、2、1，恭喜晒！香港電腦通訊節2026正式開幕，有請咁多位可以繼續望住呢個啟動光柱，繼續面向住我哋台前嘅攝影師，影多幾張靚相留念嘅。好，交俾我哋嘅攝影師，先嚟我哋會場中間最高嘅鏡頭，祝願香港創科業界百花齊放，各位參展商客似雲來，生意興隆，市民滿載而歸。跟住交俾最後排嘅大會攝影師，預備3、2、1，我哋再一次以最熱烈嘅掌聲，多